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61页，就是在觉知的部分。那讲完了就是在觉知的性相。那在觉知的性相呢，就是提到说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的非量的了知呢，那这是在觉知的性相。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述就是在觉知的分类。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在觉知呢，它的分类呢有两种。那一个呢是属于现前的在觉知。那一个呢是属于分别的在觉知。那现前之在觉知呢，那从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它的体性呢既是现前又是在觉知的呢，那就是属于现前的在觉知。那它的体性呢是属于分别，然后又是属于在觉知呢，那就属于分别的在觉知。这边呢，我们就讲到说呢，在觉知呢，它分为现前的在觉知，以及分别的在觉知。那同样的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同样的理由呢，然后理路呢，然后引申到我们之前所讲的量的部分。那我们之前讲量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是讲说其实是现量和比量。那其实呢，如果用这种理路呢推过去的话，其实量呢它也可以分为说是现前的量以及分别的量。那现前的量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它既是现前又是量的，所以就称之为是现量。那同样呢，分别的量呢，就是它的体性呢，既是分别又是量的呢，就是分别的量。那分别的量呢，我们知道说，除了比量之外呢，没有其他属于分别的量，所以才会说，一般在讲量的时候呢，直接讲到说分为现量跟比量。但是从这边呢，就是从这边现前的在觉知以及分别的在觉知呢，我们也可以把量呢分成现前的量以及分别的量这两者。那所以呢，在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回去看到就是性相的部分。那这边就讲到说前量所以通达的量，前量所以通达的非量。为什么讲到说所以通达呢？就是前量所以通达。那前量所以通达这个字呢，它最主要呢就是我们一般在放性相，就是性相在放，就是讲说我们在讲性相，或者说我们在讲定义的时候呢，可以分为说就是否定的以及成立的一方。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以通达呢，前量以通达的话呢，它最主要是要否认掉什么东西，就是它最主要是去除掉什么呢？它最主要就是要去除掉呢是量的这一部分。你只要是量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在觉知。为什么？因为它是前量所以通达，所以它最主要呢就是要去除掉量的这一部分。那它要成立的是什么呢？它最主要所要成立的呢，就是成立到说，就是凡是在觉知呢，它就一定呢不会是属于量，那它一定是属于前面的量已经通达过，已经证了之后，然后它之后再通达的这种非量的了知呢，是它所要成立的部分。所以一般在讲述定义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否定以及成立的这一种，就是简别在里面。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在讲性相的时候呢，常常会放就是能够否定的，或者说能够成立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就会加上这样子的简别。那我们这边就是看到说，在觉知呢，它的性相呢，就是我们这边最后是提到说是非量的了知。那呃，有一部分的解释里面呢，它是直接放说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的就是不欺狂的了知。那其实你只要放上不欺狂的了知的时候呢，那最主要就比方说它是能够通达尽的。那跟我们这边所讲到的，就是第一个通达，通达引申自己前量，所以通达。前面的这个通达呢，是指说在觉知它本身是能够通达尽的。那这边呢，就跟不欺狂的了知呢，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就表示它对它的尽呢是能够证得的。那这个地方呢，讲到第一个通达的时候呢，就是通达引申自己的前量。第一个这个最前面这个通达呢，就讲到说在觉知它本身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通达。那同样的通达这一个字呢，它也具备了就是否定以及成立的这两个作用。那它否定是否定掉什么东西呢？就是否定掉第一个就是像是我们讲说7种分类里面，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前比度，那现在是讲述在觉知。那前面的现前比度还有在觉知呢，它对于自己的境呢都是能够通达的。但是像之后呢所要提到的，像是视察意、显而未定、犹豫还有颠倒失这4种呢，它对于自己的境呢是无法通达的。所以在讲述通达的时候呢，就已经把
视察之、显而未定之、犹豫以及颠倒之这四者呢，就已经把它否认为它是在觉知的这一点。那它能够成立什么呢？那就是成立到说呢，在觉知呢，它是能够通达境的。不过它通达的方式呢，就是它并不是透由智力去通达，而是透由他力。为什么呢？就是透由后面所讲的，它是由自己的前量所以通达，就是它靠着自己前面这个量的这个能力呢，通达过的缘故，它是靠这个量的能力去通达，所以它并不是智力通达。所以这个通达呢，一方面就是去除了后面四者。就是7种分类的后面四者呢，是属于在觉知的部分。那能够成立呢，也是成立到说它是像现前跟比度一样呢，它对于自己的境呢是能够证得、能够通达的。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再看回来呢，就是在觉知呢，它又可以分为，就是分为现前的在觉知以及分别的在觉知。那出者呢，就是现前的在觉知呢，它又分为说跟现前的在觉知、异现前的在觉知、既证现前的在觉知以及余切现前的在觉知这4种。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讲说在觉知呢可以分为就是这2者，那同样呢量也可以分为像是现前的量以及分别的量。那分别的量呢，它本身呢就是属于比量。那所以呢，既然可以分为现前的在觉知跟分别的在觉知，那同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前的在觉知呢改成就是非分别的无分别的在觉知，就可以分为无分别的在觉知和分别的在觉知。那无分别的在觉知呢和现前的在觉知呢，这2者呢是同义的。那所以呢，我们讲现前的在觉知也好呢，或是无分别的在觉知也好呢，那它都分为了4种。那这4种呢，就是跟现前在觉知、异现前在觉知、既证现前在觉知、余切现前在觉知。那同样呢，就可以从它的名词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所谓的跟现前在觉知呢，就是它的体性呢是跟现前，然后又是在觉知的呢，就是跟现前在觉知。那体性是异现前又是在觉知的呢，就是异现前在觉知。体性是自证现前又是在觉知的，就是自证现前在觉知。那体性是余切现前，然后又是在觉知的呢，就是余切现前的在觉知。那这边是放4个，但是在某一些的就是参考的这个论点里面呢，还有提到说分为5种在觉知。那第5个呢，就是除了以上4者之外的现前在觉知，就是除了跟现前、异现前、自证现前、余切现前这4个在觉知以外呢，就是除了以上4者之外的这个在觉知，那就称为非以上4者的现前在觉知。那这边呢，虽然说我们是讲了说这4种在觉知，那如果呢，就是第一个跟现前的在觉知呢，我们再去细分的话呢，那就又可以分为像是直摄跟现前的在觉知，然后直声跟现前的在觉知，直香跟现前的在觉知，直味跟现前的在觉知，以及直触跟现前的在觉知这5者。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跟现前的在觉知呢，它又分为就是直摄跟现前的在觉知，一直到直触跟现前的在觉知呢，这5者。那其实呢，我们只要把这个在觉知呢，就是其实它的分类呢，都可以回溯到就是跟现前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要了解其中一个的事例之后呢，那对于其他的事例呢，都会比较容易了解。那以直摄跟现前的在觉知来举例的话呢，就是我们之前呢在讲到量的时候呢，就提到限量的时候，那在讲限量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直屏的眼知，那直屏眼知的第一刹那呢，那它在正得平直或是它的通达平直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它是智力通达，它是有自己的力量正得的，然后又是最初正得的呢，所以把直屏眼知的第一刹那呢称之为是量，那它也是属于限量。那同样呢，从直屏眼知的第2刹那开始呢，它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它是属于在觉知。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是由智力去证得，就是平时它是由第一刹那的这个力量的延续呢，然后去证的缘故呢，所以它并非是力证的，也不是最初证的缘故。所以直屏眼知的第2刹那呢，它就是属于这边所讲的，就是在觉知。那在在觉知的分类里面呢，它是属于现前在觉知跟分别在觉知里面的现前在觉知。那在
现前在觉知里面呢，它是属于这四根现前在觉知、意现前在觉知、自证现前、一切现前在觉知这四者里面的根现前的在觉知。那在根现前的在觉知里面呢，它是属于直摄根现前的在觉知。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去以此类推的话呢，那像是直凭眼知的第二刹那，或是直住眼知柱子直是柱子眼知的第二刹那，或者说直疏眼知的第二刹那，或者说你所看到这个眼知的第二刹那呢，那都是可以属于这边的在觉，就是根现前的在觉知。那所以呢，就是从后面呢，像是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类推到，像是直升根现前的第二刹那呢，那就属于是直射根现前的直升根现前的在觉知。那同样呢，直香根知的第二刹那呢，它就属于直香根现前的在觉知。那同样的呢，直位根知的第二刹那呢，它就属于直位根现前的直位根现前的在觉知。那同样的呢，直触根知的第二刹那呢，它就是属于就是直触根现前的在觉知。所以呢，当我们能够了解到之前在讲限量的时候呢，当我们了解到量的时候呢，那同样的，你只要说这个量的第二刹那呢，都是属于在觉知，就是用同样的理路呢去类推就可以了。那以上呢，我们讲完了就是根现前的在觉知。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意现前的根在觉知。那讲到意现前的在觉知的时候呢，那像是凡夫心绪里面的意现前的，就不会有所谓的意现前的在觉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就是凡夫呢心绪之中的意现前呢，它除了第一个呢，它是属于就是显而未定之之外呢，那第二个呢，它是属于时边际刹那，因为它是时边际刹那的缘故呢，所以凡夫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它是没有办法通达境的缘故。因为这边呢，从性相去看的时候呢，你只要是你只要是在觉知的话呢，那你一定要能够通达你的境。但是呢，你既然是显而未定知的话呢，就表示说你是不可能通达境的。所以凡夫心绪里面的意现前呢，是不会有所谓的意现前的在觉知。那这里讲的意现前的在觉知是放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他心通的第一刹那。他心通的第一刹那呢是属于量，所以呢，他心通第一刹那之后，他第二刹那开始呢，就是属于这里所讲的意现前的在觉知。所以呢，同样的，我们也是要了解到第一刹那呢是量之后呢，那它后面呢就是属于第二刹那呢，都是属于在觉知的部分。所以就像是他心通的第二刹那呢，就可以是这里所讲述的意现前的在觉知。那这边呢讲完就是意现前的在觉知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自证现前的在觉知。那自证现前的在觉知呢，就我们举例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直凭的眼知，那我们知道说直凭眼知它是没有办法领纳直凭眼知它自己的，就直凭眼知无法领纳直凭眼知，所以呢，它要有另外一个能够领纳它的了知呢，那能够领纳它的这个了知呢，就称之为叫做自证分，就是能够领纳直凭眼知的这个了知呢，就是领纳直凭眼知的自证分。那直凭眼知呢，跟领纳直凭眼知的自证分二者的关系呢，它并不是一种因果的关系。因为呢，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像以现在就是心类学或是社类学呢，都是以经部中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就像凭直呢和直凭眼知这两者，那我们知道是先有了凭直之后呢，才有直凭眼知。所以凭直呢，它是直凭眼知的因，或者说呢，凭直呢，它是直凭眼知的所缘缘。那这个呢是经部中所承认的，因为它承认外境的缘故。那当然呢，就是以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唯识中它并不这样子承许，因为呢它并不承许说就是凭直呢跟直凭眼知二者呢是有外境跟了知的差别，因为它是承许说这两者呢它是同一种透由同一个习气呢所产生的，所以呢凭直呢并不会成为直凭眼知的所缘缘，因为它二者呢也是同时成立的，因为它不承许外境的缘故。但是呢这边我们因为最主要呢是以经部中的观点来成立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凭直呢跟直凭眼知二者呢是先有凭直呢才有直凭眼知，但是呢直凭眼知呢跟领纳直凭眼知的自证分二者呢是否像凭直跟直凭眼知一样是属于因果关系呢？并不是的，因为在直凭眼知
成立的同时呢，那能够领纳质评眼知的质证分呢，它是同时成立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说，质评眼知呢，质评眼知跟领纳质评眼知的质证分二者呢，它非因果关系，它是同时成立，而且这两者呢是同质的，就它们两个是直一的。那虽然呢，就是我们在这边呢是这样子去做解释，但是呢，在宗喀巴大师呢所著的就是《辩了不了义上说上论》里面呢，还有提到说像是轻辩论师的主张，因为呢，轻辩论师呢，他有主张就是他并不承许质证分。那轻辩论师他不承许质证分，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提到说像是质评眼知呢，跟如果说他承许质证分的话呢，就比方说质评眼知呢，跟能够领纳质评眼知的质证分这两者呢，它要是能源所缘的关系。那既是能源所缘的关系的话呢，那质评眼知就要成为领纳质评眼知质证分呢它的所缘源。但是以轻辩论师的看法来看的话呢，他是不承许这一点的，所以他并不承许质证分，因为他会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质评眼知呢，它本身会成为所缘源，会成为就是能够证得它的质证分的所缘源，所以这二者呢就会变成因果的关系。所以这边呢就是轻辩论师呢，他并不这样承许。就是说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样子。那虽然说我们在这里是做这样子的解释，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透由理路呢去鉴别佛法里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并不是像说我们在切绳子一样，能够很干净利落的呢，像切绳子一切呢，然后就能够立刻的决定说，哦，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样，就像一刀砍下去之后呢，然后就能够决定什么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说我们透有很多的祖师他们不同的想法，那这些不同的想法呢，就是我们说不同的理路。那由这些不同的理路呢，它可以帮我们开启很多不同的理路的门。那透由这些理路的门里面呢，我们就看我们是透由哪一个角度呢去思维，然后透由不同的角度呢，可以让我们开启不同的眼界，或者说不同的思维方式。你知道说看事情的时候呢，就不会只执着在某一方面。所以呢，就是之前的这些经教师呢，有在的提醒我们说，就是我们在学理路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一学理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透由这个理路，然后完全很明确的去决断说，哦，经论所讲的呢，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像刀子呢一刀切下去如此明利的去决断，但是各个不同的理路呢，它可以开启我们众多的理路之门，然后从这些众多理路之门呢，然后找一个我们觉得适合的地方呢，然后从这边去下手，然后去好好的学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学习理路的地方。那所以呢，这边在讲说质证现前的在觉知呢，就像是刚刚所讲到的呢，就是能够领纳质评眼知的质证现前的第二刹那呢，就是这边所讲述的质证现前的在觉知。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瑜伽现前的在觉知。那瑜伽现前的在觉知呢，我们知道说瑜伽现前呢是唯有圣者心绪中才有，所以呢，凡夫心绪中是不会有的。所以在放瑜伽现前的在觉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像是见到无间道的第二刹那，就是属于就是瑜伽现前的在觉知，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见道在觉知。那这样有见道在觉知的时候呢，那同样就会有修道的在觉知，那一样呢也会有无学道的在觉知。那见道的在觉知呢，我们又可以分为像是声闻见道的在觉知、缘觉见道在觉知以及大乘见道在觉知这三种。那同样呢，修道呢也是可以分为像是声闻的修道在觉知、缘觉修道在觉知以及大乘的修道在觉知。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在讲说无学道的在觉知呢，也是一样，就是声闻无学道的在觉知以及缘觉无觉道的在觉知。但是呢，没有大乘无学道的在觉知。为什么呢？因为大乘无学道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佛。那所谓的瑜伽现前呢，那这边所讲的就是属于那大乘的无学道呢，它的瑜伽现前就是一切片智。那我们之前在讲述限量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了，就是虽然一切片智呢，它会有第二刹那，但是一切片智的第二刹那呢，它并不是引申，它并不是通达引申自己前量的所以通达。虽然说它也是一个前量已经通达了，但是它并不是透由自己能够升起的前量所以通达，它是由自力能够通达缘故，并不是透由他力的缘故。所以我们会讲说，
一切片之的第二刹那呢，并不是属于在觉知。那所以呢，没有一切片之的第二刹那，竟然不是在觉知的话呢，所以就不会有大乘无学道的在觉知。那虽然说这边呢只是简单讲述了像是一些现前的在觉知，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可以把它分为见道、修道、无学道。那同样呢，见道、修道、无学道，你就可以把它分为三乘里面的声闻、缘觉、大乘。那这样去解释的时候呢，关于在觉知的内容呢，它就变得更为丰富。那所以呢，我们在解释呢，就是那举例来说呢，那什么是属于见道的在觉知呢？那当然说，对于四部宗义来说，它每一个部派呢，它会有一些许不同的程序。那在这边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心类学或是释量论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以就是经部以及唯识宗它所共通的程序呢来做解释。那在这边如果是用经部跟唯识共同程序来做解释的话呢，那么就比如说像是刚刚讲到的声闻的见道在觉知。那声闻见道在觉知呢，就是声闻圣者心绪里面呢，那它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讲的第一刹那呢，它证的无常的第一刹那是属于现前。那第二刹那开始呢，就是属于在觉知。那同样的呢，证得人无我的第二刹那呢，现证人我的第二刹那呢，也是这边所讲的，就是声闻现前在觉知，或者说呢，我们在讲到说无常、苦、空、无我，或者说四谛的16形象，那证的四谛16形象，现证四谛16形象的第二刹那呢，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属于就是声闻见到的在觉知。那同样呢，缘觉心绪里面呢，就像证的四谛16形象的第二刹那呢，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属于就是声闻见到缘觉见到在觉知。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我们在讲说经部宗跟唯识宗它所共同承许的这些部分。但是呢，如果我们说讲到说二取空呢，证得二取空，现证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那这个呢就不会是这两部经部跟唯识所共同承许的，因为经部中呢它并不承许有所谓的二取空。所以呢，如果讲到说证得现证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那它只是属于唯识中所承许的，就是见到的在觉知。那同样呢，如果说以大乘来说的话呢，那大乘它当然除了像刚刚所讲的，像是证的无常现证无常的第二刹那，或者说现证人无我的第二刹那之后呢，那大乘又可以加上像是现证无我，就是法无我，现证法无我的第二刹那，或者是现证空性的第二刹那呢，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像是秩序派他们所承许的，就是见道的在觉知等等。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大部分呢都是讲要说，就是以经部中或是唯识中共同的程序。那乃至于说我们在更简单一点去说的话，就是完全以经部中角度去诠释的话呢，那就是像刚刚所讲述的这一些，那它就是属于这边所讲到的在觉知的部分。那就是在克祖杰大师呢，他有提到一个就是对于说下部中的中义师呢，就是下部中的中义师呢，他是没有办法就是那就是呢，克祖杰大师呢，他在讲述呢，就是他把中义师呢跟大乘的行者，就是大小乘行者呢，他就是完全画上一个等号。就是下部的中义师呢，他不会承许就是佛所说的大乘的法类。那克祖杰大师他这样承许最主要的缘故呢，就是提到说，像是一切有部跟经部中，一般讲是说是下部中嘛，那他是属于就是下部中的这种中义师。那下部中的中义师，我们就想说是小乘的中义师。所以小乘的中义师呢，他不承许呢大乘是佛所说的。那为什么呢？他所引的呢，就提到说，像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就是宝鬘论里面呢，有特别讲到说呢，就是下部中的这一些中义师呢，他们并不承许说大乘呢是佛所说的。所以由这样看来呢，就是小乘的这些中义师呢，就是经部中跟有部中的中义师呢，他是不承许大乘的。但是呢，对于宗喀巴大师来说，宗喀巴大师在解释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宗喀巴大师他是说呢，其实像是以经部中的有情呢，他还是可以承许大乘。因为呢，虽然说他的中义的观点呢是属于经部中的观点，但是他的心绪呢还是可以发起菩提心，只不过他的中义的观点是以经部中去
去为他的观点之外，他的心绪呢还是可以发起菩提心的。所以以宗喀巴大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是说经部中呢是承取大乘的经论。那当然说某些经部中的有情，他像是他也会讲说他也是承许说大乘非佛说，但是这只是某一部分。但是通常来说呢，经部中还是承许大乘经论。那这个是克祖杰大师呢跟宗喀巴大师所承许地方的不同。那这边呢就是刚刚讲到说就是中意识上的差别。那我们再回过来呢，就是讲述到说像刚刚所讲到的，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以为什么会从这边讲到这里，讲到这个克祖杰大师跟宗喀巴大师的观点呢？就提到说是经部中的观点。那所以经部中观点，那用刚刚所讲的呢，就是提到说像是四谛16形象等等的第二刹那，现证四谛16形象第二刹那，或者说现证无常第二刹那的这些呢，是属于声闻缘觉呢它的见到的在觉知。那如果说是用克祖杰大师去讲的话嘛，他就不承许有所谓的大乘的在觉知，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许大乘法。那主要是从这边引申过去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直接看到，接下来再看到像是唯识宗的角度的话，那唯识宗呢，同样的，他以唯识宗来看的话呢，就是声闻缘觉呢，他最多能够证得呢，就是证到人无我的部分。所以他在安立见到在觉知的时候呢，这样也就跟经部中是一样的，加上是现证就是无常，现证人无常的第二刹那，或是现证人无我的第二刹那，或是现证四谛16形象的第二刹那呢，那这些呢是属于就是一些现前的在觉知。那当然里面可以分为见道在觉知、修道在觉知、无学道在觉知等等。但是呢，对于唯识宗来说的话呢，就是现证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那这个是属于大乘见道的在觉知。因为呢，以唯识宗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下部中呢，它是或者说小乘的行者，他是没有办法证得二取空的，因为二取空是唯有大乘的行者呢，才会作为他的所修，主要所修。那小乘行者主要的所修呢，是以人无我为主，所以二取空这一种属于法无我的这个主要观修的呢，是除了大乘行者之外呢，小乘是不会去修习的。所以在讲到说像是证得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那就是唯有大乘的见道在觉知，或是大乘修道在觉知之外呢，是不会有二乘的，就是证得二取空的在觉知。那讲完唯识宗之后呢，那接下来讲到说中观宗的部分。那中观宗呢，就是分为秩序以及应成。那先讲述秩序的时候呢，那秩序派里面呢，它的声闻的主要所修、缘觉的主要所修以及大乘的主要所修，三者呢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最主要呢是依据现观呢去做解释。那我们知道说，在现观里面呢，最主要就是依照着解脱军以及狮子贤论师的论点呢去做解释。那在所有的现观解释里面呢，就是最殊胜的呢是把名义论呢视为是最殊胜的解释。所以呢，透用名义论呢去解释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以声闻来说呢，它最主要的所修呢是修人无我。那所以呢，这边我们就可以讲到说呢，像是声闻心讯之中呢，就是见道，比如说他在见道证得人无我的第二刹那呢，那就是属于声闻见道的在觉知。那他在修道的时候呢，证得无我的第二刹那呢，就是属于声闻修道的在觉知。那他在无学道的时候呢，证得人无我的第二刹那呢，就是声闻无学道的在觉知。那对于缘觉来说的话呢，那缘觉和声闻二者呢，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就是缘觉呢，它的所证以及它的所断呢，是比比声闻的所证以及所断呢，都还要来的更为以高下来说呢，就是它所要证的呢，会比缘觉所要证的呢再高一点。那它所要断的呢，也比缘觉所要断的呢再为深细一点。所以以缘觉来说的呢，它就是比如说就是现证人无现证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就是属于缘觉的在觉知。那同样加上见道的时候呢，就是在见道的时候呢，证得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是属于声闻的见道在觉知。那在修道的时候呢，证得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就是
抱歉是圆觉，圆觉正的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在修道的时候正的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是属于圆觉修道的在觉知。那他在无学道的时候呢，正的二取空的第二刹那呢，就是属于圆觉的无学道的在觉知。那大乘呢，大乘最主要所要证的呢，那就是讲到说证的无有第十的这个智慧。那所以证的无有第十的第二刹那呢，是属于大乘的在觉知。那同样的就是大乘呢又分为见道证的无有第十的第二刹那呢，是属于见道的在觉知。那修道证的无有第十现证无有第十的第二刹那呢，是属于修道大乘修道的在觉知。那刚刚就讲到的就是无学道呢，大乘的无学道呢是没有所谓的在觉知的。那这是属于秩序派的观点。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应成派的部分。那应成派呢，它的反而是最容易去理解的，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因为我们讲到说就是应成派来说呢，它有一个不共的程序，因为它是程序说，只要是圣者的话呢，无论是大乘或是小乘圣者呢，他必定证的人无我，也必定证的法无我。因为虽然说有人无我跟法无我的差别呢，他们都是属于空性，所以呢，我们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就是以应成派来说的，它好像是现证空性的第二刹那呢，在见道的时候呢，现证空性的第二刹那就是属于见道的在觉知。那无论说它是声闻或是圆觉或是大乘呢，都是一样的。那同样呢，就是现证空性第二刹那的修道呢，就是现证空性第二刹那的修道，就是属于修道的在觉知。那现证空性第二刹那的无学道呢，就是属于无学道的在觉知。那当然，讲到说无学道在觉知的时候呢，就是属于就是声闻的无学道在觉知，以及圆觉的无学道在觉知。但是以大乘来说呢，它同样呢，它不承许说无学道有所谓的在觉知。那这一点呢，就是像刚刚所讲的，无论是经部宗、唯识宗、秩序以及应成呢，那这个呢是大家所共取的。那共取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承许说一切遍智的第二刹那，它能够自力去通达、自力去证得尽的缘故，并不需要依靠第一刹那的力量才去证得的缘故，所以他们都不承许说一切遍智的第二刹那呢是属于在觉知。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瑜伽现前的时候呢，就讲到说，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瑜伽现者呢，它是唯有圣道，它是唯有圣者心绪才有的缘故呢，所以瑜伽现前它必定是属于圣道。那在讲述说，那属于瑜伽现前的在觉知呢，就想要说像是现证、无常等是第16形象的见道、修道、在觉知等等，那以及说现证二取空的第二刹那，以及说现证就是无有第十的第二刹那，或者说现证空性的第二刹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瑜伽现前的在觉知。那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说，瑜伽现前的在觉知呢，就是跟瑜伽现前一样，它是唯有圣者心绪才会有的。所以呢，在这边所讲的在觉知的前面三者呢，像是根现前的在觉知以及意现前的在觉知，这两者呢，就是它是属于共通的，就是凡夫跟圣者心绪里面呢都会有的，所以它是属于共通的。那知正现前呢，那就更不用讲了，就是只要有根现前跟意现前的话呢，它一定会有一个能够领纳根现前的在觉知正现前，以及能够领纳意现前的知正现前，那所以一定也会有知正现前的在觉知。所以前面三者呢，就是根现前在觉知、意现前在觉知以及知正现前的在觉知，三者呢是凡夫以及圣者呢所共同所有的。那唯有第四个瑜伽现前的在觉知呢，它是不共的地方，就是唯有圣者才有，那凡夫心绪呢所没有的。那我们刚刚呢，就是讲到说呢，就是除了这里所讲的所分的四种现前在觉之外呢，那有第五个就是非以上四者的现前在觉知。那非以上四者的现前在觉知，我们最主要呢，它的势力要放什么呢？那我们可以放，就是我们是用这种，就是用总的概念，或者说我们讲说它字体的概念，就是提到说凡夫心绪的现前在觉知，因为凡夫心绪之中的现前在觉知呢，它并不是跟现前的在觉知。为什么说它不是跟现前的在觉知呢？因为凡夫现前的在觉知，它跟意现前的在觉知二者呢，就是有交集的。那所以用同样的理路来说的话呢，凡夫心绪中的现前在觉知呢，
它也不会是异现前的再觉知。为什么呢？因为凡夫心绪中的现前再觉知呢，它跟现前的再觉知二者也是有交集的。那同样呢，它也不会是自证现前的再觉知，因为它跟现前再觉知以及异现前再觉知二者呢都是有交集的。所以这是以一个就是总相来说的一种概念。那当然提到说凡夫心绪中的跟现前的再觉知的话呢，它就并不会是于邪现前，所以它当然不可能会是于邪现前的再觉知。所以我们讲到说会有第五个再觉知呢，就提到说非以上四者再觉知。那这个最主要是透由理路去成立的。为什么理路可以成立呢？因为能够安立出一个不属于这四者的现前再觉知的缘故，所以呢会安立一个非以上四者的现前再觉知。那虽然说呢，我们这边讲到说呢，就是跟现前的再觉知呢，就是分为现前的再觉知呢，它分为跟现前的再觉知，一直到于邪现前再觉知这四种。但是呢，透由我们刚刚所讲的理路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像是凡夫心绪中的现前再觉知，以及圣者心绪中的现前再觉知。为什么会这样分呢？就是我们之前呢在讲述就是异现前的时候呢，就是有分为就是特殊的异现前，以及说非特殊的异现前。那特殊异现前，我们就讲到说像是他心通等等这些呢，是属于特殊的异现前。那非特殊的异现前呢，就提到说像是凡夫心绪里面的这些异现前是属于非特殊的异现前。所以从这个理路呢，我们又可以把再觉知呢分为像是凡夫心绪中的再觉知，以及圣者心绪中的再觉知。那凡夫心绪中的再觉知呢，又可以分为就是跟现前的再觉知、异现前的再觉知，以及自证现前的再觉知三者。那圣者心绪中的再觉知呢，就可以分为跟现前的再觉知、异现前再觉知、自证现前再觉知以及一些现前再觉知这四种。就是说，特有理路呢，我们也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分类。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